继续来看高雄地检署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，之前伊是咧做检察官，不过因为食钱，所以去互关7年外。出狱了后，伊改做律师，不过伊律师的牌是已经去互废止，伊竟然还阁伫咧外口继续接律师的工课。台中的检方查到伊替9个民众处理官司，共摕几廿万。目前检方是照涉嫌违反律师法、甲诈欺处财等等的罪嫌来甲伊起诉。讲我家己因为无律师执照，互台中检方以违反律师法起诉，姓吴前律师大谢法冤枉。伊强调家己是一个前律师，也是一名前检察官。伊讲只是利用专业甲当事人讨论案情，并无以律师的身份求业务。我的名片上面没有印律师的名字哦，我上面的学经历都是真实的。律师法127条的规定，必须是从事诉讼行为才有违法的问题。那因为我跟当事人是讨论案情，本身的性质是属于非讼业务。打官司我会介绍我的朋友，就有律师证照的朋友，那就我就分得很清楚啊。姓吴前律师伫担任检察官时，2021年因为贪污罪，被判刑7年6个月，出狱了后改做律师。不过律师证书2021年予法务部废止，不过伊了后改名，佮涉嫌继续以律师的身份去求业务，陆续替9位民众写诉状，办理相关诉讼的代志，也有收费用。伊强调家己只是伫律师事务所工作，并无实际处庭。不过台中检方也是以违反律师法、诈欺处财等罪嫌。起诉。其明知已无律师资格，仍基于诈欺取财、违反律师法之犯意，自110年间起计113年止，养称具有律师身份、有律师团队等语，致使民众陷于错误，以新台币数万元不等之代价，委任其非法办理民刑事诉讼业务。检方表示，姓吴前律师不是司法真权，诉刑无好，无自我检讨，也以诈欺处罚、非法办理诉讼皆不盈利。期满案关的法院检察署更加严重伤害律师职业环境甲当事人权益，延请法院将当量刑。台中法院审理了后，裁定以50万交保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